来看台北市、佮有新北市都一定禁用使用一届就单调的塑胶饮料杯啊。桃园嘛宣布讲，要对7月初1开始哦，饮料店佮有连锁的咖啡店业者嘛袂讲佮提供民众只用一届的塑胶杯啊咯。用手机扫 QR code 借存款杯，自7月初1开始，桃园市境内989间饮料店、连锁咖啡店业者，拢袂当提供塑胶一次性的饮料杯啊，给消费者。若无会依照废清法罚清治到6000，若无伫咧限期内改善，会算工连锁罚。今年7月1号开始哦，那辖内的饮料店业者都不可以提供一次的塑胶的饮料杯哦。那我们评估下来哦，大概这个减塑的一个曾经1年大概会有7260万杯的一个杯数哦。环保局讲，纪录片甲合区内饮料业者沟通、电话访问，也过现场调查，新规定实施进程会继续宣导政策。除了希望业者配合改进纸杯啊，或者是提供存款杯租借服务，民众伫咧买的时阵会让家己传杯啊，或者是加使用存款杯的服务。使用循环杯的时间多久了？从去年底开始。我觉得这个政策很好，但是印象中循环杯的归还好像有一定的期限。初期的话，当然民众会觉得比较麻烦，因为它需要有一个借杯跟一个还杯的动作。对，那这段时间其实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宣导。为了要做好源头减量，地方政府配合中央一次性饮料杯啊限制使用的对象，加实施方式减塑政策，怎么拢开始限制使用一次性的塑胶杯啊？台北市伫去年11月初2开始实施，新北市按算今年5月初1开始，桃园是7月初1开始实施，所以会有愈来愈多县市第一做。记者综合报道。